37岁女星许维恩因为拥有冻龄外貌和火辣身材受到关注，尤其是她和 Kit 林柏生的一段感情，让她不断跃上新闻版面。事实上，在 Kit 之前，许维恩还有2段感情，分别是已故作词人杨明学、前男团 BAD 成员 Alex 田恩佩。许维恩近日接受专访时坦言，自己人生最低潮的时期就是22岁那年失去挚爱杨明学。许维恩近日接受苹果专访时提到，22岁那年，男友杨明学因癌症过世，骤失挚爱让他陷入低潮。许维恩坦言，当时自己魂不守舍，我觉得我不在这个世界上，魂好像跟他一起走了，因为感情放得太重，真的有一夜长大的感受。后来杨明学的母亲因为不忍见许维恩一整年都过得浑浑噩噩，便透过朋友介绍他进入模特儿圈，希望让他转移注意力，走出伤痛。2009年嫁给前男团 BAD 成员 Alex，2012年离婚收场。后来许维恩和 Kit 被直击过从甚密，两人直到2016年才公开恋情，不料最终仍分手告终。情路坎坷的他坦言，22岁那年之后，就觉得没有什么关是过不去的。许维恩表示，之前自己新闻多到被网友讨厌，我自己也觉得讨厌、无聊，不懂为什么媒体会想去追这件事，我也不会再去回应，因为感情是我自己的事情，讲多了没人想听。被问到和师弟大马高以翔吕瑞传绯闻，两人究竟是什么关系？许维恩则说：“我希望我以后真的认定感情或要结婚，才去讨论这些事情，不想要去定论太多。”